各位聽眾，歡迎有人嚟，邊聽學嘅你點啊？當見講幾個數，這禮拜冇講幾個數，這人又叫咪講幾個數，所以這禮拜我突然間接嘅，我背到到我手機，這禮拜我哋嘅特別嘉賓是老趙阿趙，歡迎阿趙。Hello。然後個有新椒大漢豬只隻龜告訴咁樣講，歡迎。大家好。然後個有這個對嚟未？有時。轉來了，轉來了。誒，要往第三講龜告訴先。講幾個數又好啊。等我啲食背，而家好食呢，我背。哎呀，免食個多聲，路做不得了。好了。假了。然後個有我嚟特別主持，特別主持到啲夜妹阿龍歡迎。Hello。阿龍啊，你即個夜妹嘅做鬼哦。任師傅。任師傅。其實要雜魔鬼。OK， 當今晚我哋只聊說阿龍，我係你做主持啫。未啦，我見啊。免驚啦，你咪是每人看，我咪可以告訴你啦。OK，同你講啊，我一半。Hello。阿豬。有鬼。我唔是，我叫你做主持，唔叫你做鬼啦。Hello，come here，等，我見我真係歐美方面嗬。我見落頂困嘅事啊！我嘅時候就阿 John 喺邊啫。我真係正。OK，嗱，咁樣 start 了。嚟講。講先，直接你講先。咁咯，對家啲雙直接講先。係大漢豬，大漢豬。你離婚。OK，即係唔是我拄到嘅啊，是我個 friend 拄到嘅啊。哦，你特別拄到鬼嘅，特別拄到鬼嘅。是啊。伊無個特別啦，伊水小是個拄到鬼啊。伊水小是就拄到鬼啦。啊，伊較 sensitive 嘛。所以特別我出去哦，伊個無得驚。你都看未到水啊？我看未到啊，坐喺大家嚟試啊，看未到啊。了。OK， 即個可是評估一定擺。你見問講啊，有是 business 是問講啦 ，business 咩啊？我知。一定擺是即是一定擺啲 KKL 是，有即伊是 seminar， 所以大學大家做是 fully book 了嘛，所以伊已經already make 一個 booking 啲即個 Fairtooth hotel 了喎。問講啦，講嘟嘟嚟啊，問講係咪？我嘟嘛？問講係咪嘟？本講嘟嘟嚟，我可能叫 edit。OK， 有嘟嘟。伊啲即個嘟 hotel 啦，有伊即 hotel 伊有隻 new wing 甲 old wing 嘛，所以伊 book 隻伊 book 隻 room 了，所以去迄 hotel 時，迄人甲伊講無伊名喎，講伊無 make booking，特別伊個啲度調哦，因為伊若是伊有 conference， 所以伊若是無迄度伊無房起來，伊排 hotel 甲咱們是 fully book 了誒，所以就個啲度調嘛，你迄人無辦法個互伊一間 room 咯。一個出來去係 old wing 喎，伊係 old wing 迄度，伊學得伊哪行，伊個 corridor 個哪久喎，伊愈行愈久啊，變個正 70s 嘅 decoration 喎。70年代。伊 old wing 喎，所以個入去係房間嘅，迄個 bellboy 出來去時哦，伊放迄 luggage 伊係緊走喎，成個哦，別走咧，食驚啦，咩？赤講，看每一。愛走啊我，所以個放嘢 luggage 啊。了。咧伊嘛真白哦，伊個無 don't get it 哦，無垃圾，所以個入去那邊啊，咧個看哇，伊個 sofa， 伊個眠床，伊個迄個 table，甲了是啥 transport back in time into， 啥古早呢，伊 back to the future 呢哦。
所以伊個坐你嘅沙發，你個看伊個桌頂有一個 table lamp，迄 table lamp 嘅迄個身軀哦是插刻出來嘅，啊，所以個看咧插刻了伊個名，知哦？伊耶，看無伊個看做咩有我名刻出來，我袂歹哦。什麼？呢個無垃圾喎，所以個袂要緊。呢個卡電叫 room service，所以卡電叫 room service 哦，迄人聽咱電話冚電話啊，伊等真久伊 room service 佫無來哦，伊佫卡去門，我卡去叫我 room service 哦，做咩人佫無行來？所以迄人佫卡互伊兩三擺講，是你真誒卡互我人做I room service 哦，你講是我等啊安尼久人佫無來，所以 finally 伊個對伊個食誒來伊房間啊有哦，伊個卡門啦。所以個開門互伊個人入來喎，所以個人入來伊房咧物件遐緊走喎，伊成個袂好愛走出去房間安尼嘅，伊看遐緊走喎。所以成個淡薄怪怪安尼啊，特別嘛無慘啊，嘛食飽咧就去困咯有哦。所以個困哦，伊困到一半暗暝伊成個有人掂伊個刀你知哦。嚇？哦，人做邊啲卡打伊卡仔？伊做邊卡仔嘅？อันนั้น echo เลย阿龍做主持個嘎嘎話 headphone 所以伊個成日有人就俾伊卡仔伊個開目睭看啊有啊，所以個看了伊困了嘛，伊困直直啊，伊個看了伊個面層尾哦，有一個查某成日掉了暗安尼。哎呀，吉利，哈掉了暗看了伊哦，我一直頭冰晒個馬仔去哦。冰山去啊！你講嘢，顯佢食去啊！哦，食佢哦！伊馬仔去起來，穿伊個 PJ 加伊個走去 reception 哦，唔係個人哦。你人真係名，伊名一個解話棒哦。有啊，解話棒啊，因為伊穿安尼去 reception，嗰個人嘛看了。一個好個仔，sorry， 一個仔冰山咧，一個係。佢係困咗咋？但是講冇嚟講更加勤苦啊！嗬。我講我迄鬼嘛黏甲線哦，黏啊啲肥嘅黏袂起。吉利哦，OK，然後輪流學別人講下先。即係學即係有時本是有幾個時講嘅嗬。有啊。你這是你家己嘅經驗咧，還是家己嘅經驗咪啊？哦，你目睭看會到咩唔是啊，可能學一刀呢。哦，這是到啲Australia是到啲檳城。到檳城嘅事。講下。我細漢嘅事，我人古早我是拍 badminton 互我 school 嘅咋。然後我人住所在喎，伊 school 上細經驗嘛無 badminton 角咯呀。然後我人特別去即個真正出名嘅螳螂學啊，查某嘅螳螂學啊，後尾忘咗了。對。我人特別去遐邊甲拍咋。然後我人是像是拜個名是下面咪要記啊啦，有一個名去啦哈。然後我人成日拍了，人查某就出來外口成吹下風可能，那因為近邊遐邊有兩邊嘅嘛。這是大學是小學，阿咪中學是小學。像是中學啊，可能。中學啦，伊頭前只大白人嚟咧。有早嘅時候，伊人伊個等嘅頭前嘛是有人賣物件食嘅咯。對。真正久嘅時候，那時候那伊個近點喎，伊成講有兩位嘅咋，你坐佇伊個邊啊人白車邊喎，伊當位遐像是 storeroom 安尼款嚟你知。然後我甲我朋友我人三個查某就坐了邊啊，一角下邊啊，就講話啦。Suddenly 我聽到介濟聲呢，你知成個我人嘅你 storeroom 窄一條，我人別看到隔壁位喎 opposite 喎，然後就聽到介濟聲呢，你知了邊講安怎安尼濟人呢？邊無聽到誒，然後我人就講無驚啊，走去看咯，去看嚇無人誒，干那車一頂啊，你知你查某。邊面看我人啊！哎喲，介吉利呢？究竟我過會看到伊面啊！伊好上嘅條我人，你知喲？我人就講笑，我講鬼啊！我走你知喲？你啥咋呢？啦，你上是人啊，特別你啥咋講笑？我人上個是人嚟，你知喲？特別伊面介響啊，介響，介伊聲介
该乱呢，只啥只济人讲话呢只。特别我去看的是，敢若一个查某的面了，就伫车内面咯，喏。然后我走了咋，走了 the next week 我就甲我朋友人本是想咯去 practice 咯 ，practice 嗰時，我人就講笑講，哎呀，有幾日忙就要走了，你無走時講行咯，我朋友唔知咗八多落去啊，伊個規身軀毀㗎了啊！喲，哎呦，講當然講了冇幾分長啊，甲你講。你幾歲啊是？我是我人讀I think from 1 from 2啊，我那是16、17別記啦，我就講就細漢嘅好時。假使我人啊，我朋友啊，回個了 the next time 唔敢去啊，無去拍badminton了。你一落來，你看，你聽到聲時，你無感覺講是鬼啊？你想講是只濟人嘅啦。我人成日講只濟人到底合併，你就往三個人個了聽到嘅，你知哦。甲只鬼嘅物件是咱一人會聽ทัน嘅嘛，喎。然後佢走亂，你就往度走去看咯。我那只看無睇，你人查某邊嘅面來呢，我係驚了，我一直在去。你啊，我九幾日我會記伊邊咯，你真啊，我細個冇時我係驚了就。哦呀，你 describe 看伊邊人咗，俾再談無清楚嚇伊，你看到伊邊伊隻明顯成個人，你可能拉伊款。伊無實講瀑布咧，因為我人啲驚咧，我家己個下家己者，我講幾日頭尾走咗咋，一隻看看來看我人嘅邊嘅事喎，一上嘅條路嘅咋，一看是上嘅條路嘅看嘅咋。一隻刮條路啊，咪就刮條路啊。一隻惡嘅看嘅啊。哦。你是鄧人啊？是係咪啊？鄧人嚟，鄧人查某嚟藤頭毛嘅啊。藤頭毛啊，隔幾歲？我看我一個影，你看那無講老查某啦，成。maybe 學時我看伊啊，甲會看是30幾歲人哦，OK，伊唔是講是啊小囡仔，佮唔是老查某啊呐。無。差唔多中咧。你看伊是到底坐到車內面啊？坐啲車內面啊，唔知是 passenger side 上面，我就講頭前嘅位嘅，伊隻邊來了我嗰時白車嗬，你直直看到一個 side，你未看到第二個 side 啊嘛，我就行來。我冰嚟咯，我要我個 friend 人走，好似我冇相信講是幾個都走，一個我只腳到底我只物件，一個只腳到底要定車冇嘢啊嘛，你往到我諗想往家己 imagination 啊，你就，我那在 the next week 我家己下家己往要走冇走你就，我朋友唔知咗佢 trip over 呢嚇，不多佢先顧回個了。哎呦，所以你看到是，你即係看到佢哋查某是一擺呢啦，嚇頭一擺是看到。擺呢嚇，是呢，後尾都冇去啊，唔敢去啦嘛。驚啦，咪冇去啦。然後我個妹話媽都講，後尾嗰邊是忙嘅了嘛。我諗去阿妹時都唔知講後尾是忙咪。少，我唔知你聽，I think 你每句話你講你 download 嘅了，就借你故數嚟聽嘛呀。是咯。我就同你講過到底嗰邊嘅事，我厝嘅朋友咪是伊到底迄個。我喺你等佢咯，病毒入面，oops 講出嚟，特別人知啦，到底啲紅色唔是你叫咩？白雲山嚟咧，白雲山咧等接唔叫，唔是白雲山嘛？誒是，我一擺我係冇看過啦，特別我去厝時，我是去厝時，一走去後尾就問咧，咪是去洗手咯，伊洗手是去kitchen，你在kitchen就一個人，等人嘅厝伊後尾搭出去嘅走卡嘛。夾搭出去走卡，伊頂面是無藤啊！伊成個無注意咧，最起淡薄咧是有成有拍鐵花，你看到就後尾拍鐵花。我去洗手嘅啊，我咪是就問你出來啊，開花咧，你 fluorescent 嘅花咪是熱隻咯對。你要麼就洗手是你隻開隻刀嘅事啊。看到一粒棒，一個登山咧，把肚嘅照嘅棒咧，到底我面頭整我，哎呦死我都知哦。然後我唔知講伊嘅話嘅，我知講伊後尾有棒，我唔知講伊成日離開無夠3尺4尺咧，可能。然後開隻開嘅時候，我就看到伊嘅迄個咯，看到伊嘅棒。特別我講聽，啲驚就是伊人到底我就是聽伊家己講咧，大一間厝嘅人講啦。伊講伊就搬入去時，伊是烘教嘅啦。入邊搬入去時，伊講伊就逐暝聽到人割梅嘅咋。伊講割到啲頭前伊割撲機嘛，只擺下死我，係咪唔夾蛋啫？我當就下死我，你時，伊講伊人嗰啲。
頭先會講每講，呢時因為頭成嗰時人嚟睇戲下俾佢開下，佢每次看無人，你特別伊看到影，成個唔係哦咧，過去一邊啊，過去一邊啊，每講，你紅時過去後背尾，伊後背尾開出去都是磅㗎啦嚟嘛，你點到啲後背尾頭前尾啲聽人講嘅咯。แล้วอีสัมไปเลยอีเสียหันในแก่ว่ากี่อีเสียหันในแก่แต่ไปก็ยังคุยขอเดียวเลยอีกี่เสียหันแก่ก็แต่ไป講話佢都直接唔知住你冷嘅事就住到啲黑餅就但到啲後背叫梅嘅嚇，你後背叫人嚟 bless 咯，叫你善護嚟 bless 咯，誒你發breeze 啊嚟 bless，你一 bless 過嘅時候有卡正，特別無辜不有喎，我無完全去，我無完全走過了。我唔รู้啦，即係我唔知你 consider 是貴唔貴啦，我成話我本地個一個查話，特別我查話死而家，然後我你係 doctor 好我唔叫 antibiotic 出嚟哦，然後做嘅話根本冇死出嚟哦，然後我啲破病嘅只辣嚟死我看到我媽，我媽一嚟 hospital 我媽死啊就咁嘅。我媽，我哋我媽嚟隨話，借啲位名稱嘅邊啊，你知哦。我媽講啊，伊講啊，你我試一試啊，你無多下我好好，你個無紅粉嚟講話。有影咧？有影係咯。哦。我冇夾我媽嘛，冇關係咪事我其實。哦。你自己，你點樣？你講你自己，你查話自己本是貴姓呢？我就叫我就查話是23歲啊，又冇意外掉啦。伊特別一生出來嗬，未過2點鐘伊就死去。哦，所以 baby 就死啊。伊叫做 stillborn 啊，這邊叫做 stillborn 安尼講咯。佢講幾死嘅。係咪是幾啲？你看到你媽係啊？我看到我媽幫頭毛落嚟都知哦。哦。有當時啦，唔知啦。I think 啦，有人是 explain 講是 maybe 是你自己誒，即係 hallucination 啊，上面嗬，你自己食藥啦，嗬，你冇亂想啦，可能有你個 feel 到接落來，有 feel 到講你自己定到是冇多下你媽，你冇個你媽咧是特別個叫上特別 guilty，特別係亂想出來咧，有人是人講啦。特別有人是咧，有人是解釋講是，就是講你嘅 consciousness 啊。你自己成個往時 BB 有車無車嘅時候，是會幾個嚟是唔是講幾年啦？你死去咧人是幾個靈魂，甲你嘅 wavelength 差唔多甲我時你都可以看到可能。嚇！誒，較大聲就冇。唔知你細聲去咯？大漢子。test。會啊！即人是講成個有時你破病破到真辣死喎，伊會你會辣會較 low 嘛是哦，所以你辣 low 時哦，你個真會看到咯。最小。所以成個最小時喎，成個你對 hospital 破病時喎，你做病喎，你病甲哇病甲唔知病甲個落去病甲荷蘭去嘅喎，是咪真怪嘅病喎，真是奇怪喎。有一擺我去 hospital 嘛是，咱房裡物件了是怪怪嘅。咱伊個 setting 嗰是上個是 hospital，迄個我徛迄間 hospital 嘅 setting。所以啥破大病時是安尼。人運價是車無夠貴。是啊。阿龍呢？哇。你講咩先？你幾講是咁樣講？哦 ，actually 嚇，講大聲波啦。七月點先有都會。七月啊？7月，咱嘛正興掛台嘅嘛。等陣，有事啊，有事。你聲刷下，你當然無講是你使 mute 佢，你後 mute 你咪啊。會曉。OK，mute 時咧有話講是個開嘴。OK，你有事啊？無這個阿龍。我朋友出大，然後我朋友冇啲出嘛，一個人去，然後佢出大，以後我收拾，然後。我同你講你細聲，你驚鬼聽到呀？嗱，緊張啊！我一人大你做。唔要緊啊！你講個大聲，唔是講你幾日嚟？我就是講就話，就同你講暫時冇嘛。哦。就我講我伊嚟隨我嘅事。
我俾300個 GB 國學仔佬咯。賣你500萬，你講你出500萬做咩？冇，唔是我唔你咁你寫散啲，唔是。嘢寫晒，我隨住你寫晒好咯咧。哎呀賣 ，OK，佢唔講你幾個是出過先？今年出過啊？舊年啊？啊，舊年出過一點聲，一個唱歌仔嘛，係咯，佢攞住邊領，我去我邊個厝大啊，一個一模啲厝嘛，係咯，一個我嘅個厝嘛，我嘛去咯，係咯，我迄一道是我困喺伊個房間內邊了。我半暝醒起來咗，我真是有一個人佇切條路安咯，真大力，有一個人像是佇咧頂懸佇搖路安咗，你頭啊，咧佇切路咗，係咯，我特到平常時我困啊嗬，我困醒點時啊嗬，真奇怪咗，我特到醒咧嗬，我目睭無開咗。我嗰陣時是安尼咗，我特早起啊，我目睭冚掉了，我特別我係 conscious 對嚟了，我佢哋人車了啊，我目睭是冚掉，我特早起唔是安尼，我嗰陣時安尼，特別係到嗬，我再講我目睭冚掉咗，特別我看到物件咗，我看到伊房間內面嘅物件咗，我目睭是冚掉嘅咗，係咯，接落來啦，過幾秒咗，我就講我車了，我無開目睭，特別我看到物件，我就無驚咯，係啦，有。像是有一個人啦，有一個力，一個 power， 佇袂病我目睭互開咗。哦，係咯，就是講我看到物件咧，特別伊句袂病我目睭互我看甲，就是講本真是兩個 layer 咗。本底頭一個開，頭一個是我目睭我被冚掉，特別我看到物件咗真奇怪咗。然後伊要正互我目睭開，我看物件等於病目睭咗。係咯，我開到目睭了嗬，我佢哋人袂叮當。像是有物件，彎咗邊啊！嚇，一直啲切我度，像是有一個人真大力，一直啲切我嘅身軀度。哦，伊唔是講那掟嘅，嗰就切掉路啊！你所以頭啲咧，幾度嚟切掉。我講話點像是你講特到那人對條紅線，諗就係。哦，你講呢度，我聲是，你講你聲就我彈你聲是，係咯，正驚咯，係咯，我嗰時。即係喺度教咧嘛，叫耶穌嘅名，我話叫耶穌名，叫耶穌名，有啲叫袂出咗，因為我成日啲準咗。耶穌，咧我是怕是講買去看咧，特別一個人嘅病目睭，係咧我會叫耶穌嘅名，我會講話，伊個咪學我講咗，個咪學我講未出咗，佢講未出咗。係咧，伊直直病喺邊咧，伊爭我成股啦，直切我成股啦嗬，佢有物件，成有一個手喺啲病喺我邊啊，咪學我講話就講嘴掉喺邊啊，成嘴山嘴喺邊啊，捉喺邊，喺邊嚇，好，計無幾年，紅磡天氣，紅磡天氣，無人嘴我，無人叫我啦，紅磡天氣，係咧有一個白色嘅雲啊，會飛來飛去咗。係咧，背嚟背去，因為我困掉嘛。係咧，我頭頂還是壁咯，那面前確實是我壁嘅嘛，壁。係咧，我伊個雲啊，白色嘅，成是一部嘅，伊唔是雲咁就，伊是成龜咁就，龜。伊房間位走嚟。係咧，走啦嗬，我困掉，就是講我看掉是個天花板啊。特別我問等阿龍，你目睭當今是正開起來咧，還是？當時是正開啊，當時是正開嘅，因為一病我開嘛，我開咗，係咯，迄個龜佇我頭殼位跳入去壁裏面咗。我講跳是因為伊迄一個 moment 啊，伊規個龜入去嘅時候是成個一個人嘅形嘅。啊，做你看得到咧？因為我開到目睭啊嘛，係咯，我伊是白色嘅，因為我困嘅時是冚灰嘛，暗嘅嘛。係啦，伊迄個龜，伊是一部嘅龜，啲房間位閃來閃去啦，紅音跳這個壁內邊嘅時候，伊出現嘅是一個人跳去，佇你頭前位跳過來安尼形狀。哦，即係跳這個壁嘅可能。伊是到底你心肝頭下邊，我跳這個壁嘅可能。伊成是講你困你頭殼位啦，有一個人佇你骹嗰邊位。哦，跳就 dive 過去你。跳過你頭度，跳過你頭嗰度。哦。我跳這個壁裏邊咯，係咯，我就真驚咯，我請咯。嚇！佢還是幾點咧？迄時是早起3點半咧。哦，3點半你記？我記，因為我拍攝你出幾暝嘛，3點幾我已經還才走啊。
因為睇到我一頭本來嘅教處一頭堆嚇。sorry 未講了。我冇咪相信會拄到呢啲嘢。哦，即係你咪是一定到你講到啲你借到啲沙賭嘅頂面是唔是你啊？沙都是講個數呢啊。哦，即係唔是你自己經驗。即係自己嘅嚇，沙都唔是，他們就是講個數呢。哦，阿仔阿仔不啦？阿蕉，誒，等陣我等陣。Hello. Hey baby, I'm recording. Hey baby, I'm recording. The Chinese stuff I made. Yeah, I'm okay. But if you want me to go with you, I can do something too. But otherwise, you can take care. Okay. All right, baby. Bye. Sorry. 拍死。阿蕉講一件走去幫曬。而家走去幫曬，而家走去幫曬嘅。冇，講一件啦，走去幫曬。阿蕉。我一件啦，走去幫曬，我想講一件走去幫曬。冇。你這是你這頭一擺。講啊，你個阿蕉嗰特別細字種細湯有一隻手嘅嚟。耶，真衰誒！無咯，你真就是一手到啲曬湯，起來改伊嘅即個底層。伊唔止伊底層咯，伊了底層咯嗬。伊等陣我想下先，伊了近近我未記過啦。伊唔止伊底層咯，伊個插埋伊底層咯嗬，成個怎麼阿丈都講緊咧盤嘅，等陣。喲！盤一嚟曬湯盤。誒，頂到人我看你上地鬼去特擺曬坑嘅，特擺一個抽出來嗬。是我來叫。阿蕉。啊，阿蕉，呢個條。啊。你當你是驚唔介去幫曬下？我愛困。我愛困咧。叫只佢啊！我愛講流水。你講流水，你個叫鬼啊？冇鬼，你冇咪聽先你鬼告訴啊？冇啦，啊，每一個是人講人去釣魚嘅呢咯。我冇聽過哦。人出，我唔應該是唔係出海釣魚啊！人講一個是叫做西門基嘅，等下伊你若講你。成個，如果是出海嘛，咧，但是咱下落去看海，阿啲有係咪嘛？就阿咩事？你看到家己嘅，你看到一個面嘅喎。個機面 reflection 啊。嚇，特別是伊個做無相嘅古怪嘅表情，我都看嘅喎。哦 ，maybe 是 wave 嘅啦，白嚟啦，伊個伊成創地路嘅款。哦，因為我冇聽過喎。你記呢？上條。係咧。我看咩？我老實你看到你 reflection 咧是 maybe 伊追成個叮當 ripple 呢，做呢邊冇成興趣可能。哦，你看到 ripple 特別 ripple 阿啲成有一個邊嘅款。哦，追人邊個物件係啊？啊！但阿妹追嘅嘛，那個看有。阿妹拄好，你看到阿啲成個是物件咧，款有一個邊還是隻。有記你咯，你想看，你當時看到追時看到有人鋪了一個物件。邊嘅呢追一定。冇啦，我去 diving 嘛，成日阿妹看迄水嗰時餓死，unless 伊下底迄水下底有人招火啊，你甲看到無招火你看無到嘅啊。都加看水嘅，我唔加看水嘅啦。做咩事？當時咱人興長液用燒位嘛，古早阮特地等住門口陣時啊，啲講本水，有時閃鬼嘅咧。鬼湯。水地。佢哋啲嘢做嘢嘛，係咯，賺嘢嘅嘛，係咯。啊，對。嚇。故事就已經是啲外口嗰個暗嘅就，係咯，因為人版要背嘢嘛。嚇。係咯，但係去看係你做嘢點先啊？成個係。成個咩？一個傻傻咋。暗傻傻。你看到個機變。你俾曬唱我聽哦，我當然唔加困。咁會使，肯定我唱歌你聽唔見。你個啊，即係住間個獨頂個，即係導航組。阿蕉你要走未？你要困未？我聽啦，我咪講啊。OK 啦，咁時候你阿蕉，你個啊，即係呢導航組。我冇得想到一條啊，我朋友啊，伊個 colleague 甲伊做電做公司喎，伊做間地方，伊頂迄地方頂擺是一個 church 來，一個 convent 來，
所以伊講去 convert 去啥啊有 restaurant 啊有店喎。阿龍唔係差亂，你你補咪貴，你寫啦面衫嚇。15,000嚇แล้ว你 convert 嘅咪 office 啊？啥啊有 office 有店面有 restaurant 啊。所以伊個 colleague 就是佇樓做工啊喎。所以伊去伊有一日伊也講去伊個 toilet 幫曬啊。伊 toilet 是啥啊誠長嘅喎，誠濟 cubicle 嘅。所以個伊一去幫曬時，伊看伊 toilet 無人嘅喎，伊 cubicle 甲了無人嘅 empty 嘅。所以一個入去上啊第三個啊第四個一個坐了幫曬啊，幫曬一個那幫曬那數分啊喎，所以一數分咧一那幫曬一個睇咧一隔壁嘅 cubicle 喎，像直 flash 嘅，直上啊搶水，所以一個上個迄 auto flash 嘅 machine 迄 sensor 可能歹去啊喎，因為一直 flash，你個直 flash 上啊 flash 個 flash 個 flash。所以 at first 伊無插伊上個係你 sensor 派嘛，所以個做伊幫曬啊，你幫啊，伊 flash 停去喎，無 flash 啊，那 after 個聽到上個有人喺隔壁上個喊嘅，萬你上個跳歌，一個查某嘅。阿龍你個背我跳歌都聽啊！我覺得你上個話嘅歌，你咪喊啊！喊。啊！成個安尼款喎，哇！一條刺驚誒，一個攝一個點去哦。那即係一條刺驚是伊個喊鈴阮停去誒。哦。那即係一個來笑了，伊緊咧分數了喎，伊愛 act 喊嘛。所以伊個較緊哇，切尻川哦，伊愛出來開門，伊個聽到迄聲佇了喊鈴嘅喎，哇！伊走出去。喲！這是到底到邊個是 KL？ 新加坡。哦，新加坡。你 convert 真濟，但係 convert 真驚人嘅。但係你有一間 convert 去物件地方。哦。咁伊出來啊，伊頭先冇自己買成地出嗎？我唔知車有車走嘅啦。冇幾講嘅你咯。伊個唔知寫冇正義啊，成地出嘛，一堆個厝。後生頭殼啦，越地殼講就細，嗰度又超嘴。啊！你也使研究這邊嘅。哎呀！我都有甲伊講啊，做咩你無甲伊鬥唱？你唱 Amazing Grace 啊？你唔是說白你Malaysia Idol。佢超過，頂頭是攏會記，即個咪是立場嘅寶立場寶咩名？巴達布魯啊，巴達布魯講，巴達布魯咪是講樣去咧檳城 Hill 嘅事咯，檳城 Hill 是樣去咧隨咧 brothers 嘅咧bungalow嘛，你唔知即 event 係什麼事？你見就寶咪是成個講到啲在經嘅，你講人看得鬼什麼唔知？啊！這鬼子個去怎辦呢？嗬？你知咩事哦？你知鬼只是個講呢嘛？怎辦只四經，所以鬼只只講呢咋？因為鬼人講垃圾嘅物件嘛，係咯，攞佢仔經嗰時寫掉垃圾嘅物件嘛，咁垃圾咪就掉啲仔經裏面嘛。哦，咁佢強綁出來啦。你即係有時個點？有啲啊，聽咯。有時就變神子啊！我就淨係等個屎啊！你驚咯？你天官一未？嚇？你天官一未？唔知咯，冇看到，冇考，冇去看過考。我未路啦，我未路人啦喎，路人捌聽過，捌味過喎。我古早時到啲即個工廠做到檳城嘅時喎，你講啊做 night shift 啊，你巴就在往去做工嘅嘛，一過迄個白雲山時，點味到人按照講人燒嘅死人嘅味嘅啊，你捌味過啊？按照燒死人味什麼味咧？就 barbecue 呢？cái gli này bị không bao bịt xí lăng cái gì à xí lăng cái gì đó cái nào tôi chỉ nói có một cao 10 lăng à trong kim sĩ 10 đô lăng đó long hoa quỳ hợp bên cái sĩ bao bịt quỳ hơn này bịt ở 10 塊樣特別夾邊特別夾邊這裡呢特別即隻股冇特別靚嘅導航組所以到每位特別即主持阿龍
多明白。阿龍特別多白，你特別貴白很多嘛？佢是貴。啊，佢是貴，你唔捌比，我唔捌比過哦。我特別咪是貴喺邊。咱華車嘛，伊是巴士機人，應該伊開頭牙嘅嘛，咱華車人靠頭牙嘅。我嘅車是無愛講嘅。哦。我個嘅車無愛講嘅，所以我特別是開頭牙換貴白很多啦，貴迄個最低路個。因為我聽講話，有人啊，佢咧白雲山，伊唔是講食一彎嘅嘛。啊。我住到啲佢哋跟住啱叫做海南村嘅嗰個嘛。嚇。你華車佢彎家亂嘅嘛，佢白雲山。嚇。因為彎家亂嘅所在啦，有一個所在啊，就厝邊嘅嘛，伊樹叢咧，你看到嗰啲人嘅厝頂嘅咧嘛。哦，你是講最低路還是白雲山啊？最低路對。哦。貴啦白雲山。到底你看到佢咧叫做咩啊？啊你紅唔是紅星？是紅星哦。唔是紅星啊！你北 estate 了，北 estate 了。Fetis Park 嗰邊啊？北 estate 咯，北 estate 是叫做咩啊？你記哦？北 estate 是唔是講到底你 yellow light 你上至啊會起啊？yellow light 上至啊？唔知。以前嘅北 estate 咪是咱大些到鋪底來啦，咱個啲過白雲山會去過最低咯。你咪是正手邊咪是有一個水晶嘅咯，一隻隻幾類咧，可能係水晶啊。哦，水晶整。哦 ，before 水晶。before 水晶，你正手邊你看到正幾擺是厝頂嘅嘛？哦嚇了。人人使到啲山卡呢，係啦，咱個車是啲山會行，我哋看到人嘅厝頂嘅咧嘛。有咩？有人載過人嘛？我聽過，我比如講有人載過人。載過人係咩？係咯，載過人，你講我哋講下，hitchhiker 呀。哦。因為有人伊摩托牌嘛，然後載過人，人嚇，係咧，原來人家講佢物件啊，講又唔是人嘅，就係伊物件啊。耶！伊到係超伊，係了，伊可以發達啊！伊會愛累哦，係講伊愛累，伊會愛落濟累，係咯，伊講伊愛落濟累啊吼，伊落車過啊啦，伊對我厝啊。伊跪車嗰都是咧抓字啊！見抓啊！你死人抓字嚇，死人抓字啊！係咯，然後聽講叫尾啊，有一個不是都是上人咯，因為上人啊！啊，上嘅，我想應該是上人啦。嗰時有無記比過，我唔知我是唔是上人啦。特別應該因為上所在嘛，最啲攞嚟。應該是上人啦。我上未去喎，都未知得一個，所以我不到問你見。你等到你換車過，咁樣你過咗白雲山，你過咗平都，你咪知咯。係咯，佢哋有白雲山咯，白雲山係咯，過了係你有一個叫你那暗啲咯，定嘅那暗，隔幾個你直直嗰隻彎過嘛，你直直彎一點車，又是到落彎一點車，你看到你正手邊是幾擺是搞到人嘅厝頂嚟，佢唔是人嘅厝頂嘅，你近日看到唔是講。我是講人嘅厝大啊，所在啦，比咱車行路較嘅，嚇對。所以你看到是人嘅厝頂個了嚟。我知啊。頂少少。所以 before 你接住條路時咯，就面是 before 你接你北 estate 嘅事。但是講唔使最啲路到裏邊啊。最啲路是你眼鏡池嘅嗰個路啊。我唔知，我個查我唔知最啲路，我知最啲路啲所在，但係我唔知最啲路正是路嘅。哦，冇你最啲路是過喺你山，你就企喺你山嘅時個看到 ，maybe 是喺你。最啲路頭一節啦，你最啲路頭一節是你正住邊度去看到一啲嘅咧？當你搬入幾年個，我未試過搬入幾年個。搬入幾年？你上我講你最啲成你負責人發正正正係你人頭邊拍炸大人頭邊出嚟，睇你啱未教去邊個？哦，未教。阿幾個？啱未教邊個？聊下，講另外一第二批人，我覺得差唔多像。啲人人拄到嘅時候，人在人咧嗬，一每係物件，係咯，有冇講愛類？人講愛好白，係咯，有唔一條嘅條。哦。所以即係你學得一 lesson，但係個嘢學得累點寫咧？講買講愛好白。哦，你累人未用正，冇上 currency。講咩就係係咪股票機啊嚇？每樣係你唔入到啦。exchange rate 嘅冇好，當然股票冇好啦，攤牌表嘅好。特別股票有基本嘛？你看到是隻機嘅嘛？毛貴，你咪 join 啊？毛貴有貴個日本啊？毛貴你係 Skype 上面。係啲幾貴人啊？係咪嘅？咩啊？啲幾貴人啊？毛貴你咪 join 講，毛貴你睇
等我講 after，係咪 then he direct 刮，就係講咩？你講就係咪就追住落去車嘅時候，人幫你 shoulder。哦，但係我看毛毛龜比較白，我看 at 伊毛毛龜。以後人幫佢 shoulder 應該是黃毛刀嘅，知唔知？毛毛龜俾 join 下。一 join。等我隨後毛毛龜比較白除掉。阿 John 啊，係咪？你是人嚟啊？唔知啊，諗下 try 看。當然隨便掉伊，但面是唔是人嚟啊？我講話有 echo 嘅話，你可你冚掉聲音。毛毛龜隨部都contact 喎。毛毛龜隨便都 contact。我每路人啊，嚇，你去找伊 contact 啦嚇，John。佢講啊，我暗暝換車嗬，是講換暗暝所在嗬，我唔敢看我 mirror 咋。哦，後尾看去後尾講，我驚講看了有人坐伫我後尾。我本事會驚啊咯。我計驚呢嗬，我唔敢看後尾咯。你驚講看到你起行嘅雜貨咧，真係嚇。唔係起行後面本好啊，聽一橋坐伫咱後尾位，咱啲仔做 chauffeur，咱去做阿媽仔啊，驚死啊，唔敢看後尾啊。你仔個表姐伊咪做人就好啦嘛。哎呀，驚死啊！路車過後，你一定要做字眼 thank you。哎呀死！你講特別將這是唔是咱家己嚇家己嘅呢？尤其是應該是家己嚇嘅啊！你看錯字啊！佢隻線又大又細。寫頭毛本是想寫頭毛咧，我諗佢就係夾講這人對人頭前。係啦，即係咱家己時，你若實你看目睭寫頭毛時，看目睭時，你見我就開起來時，一邊隻目睭鼻孔對鼻孔咧，我到你邊了。哈，計驚嗬！係啦。我喺頭蝕嘅。冇，我睇下毛毛龜。你特別你吉啊！係咪見你吉？你啲雜嘢嘛？就係石頭嘛，食嘢啊！哦，食嘢知道冰山。OK， 我冇聽過人學龜地啊。你大媽自己唔是學龜地啊？係咯，怎麼阿龍咪是學龜地咯？哇啦！阿龍，唔知學龜地，聽講過學地都地喎。咩地都？我伊看到，喏，伊可能地咁先，伊外口有月娘。照入嚟房間咧，可以看到一邊位啦，是一隻地都嚟帶咗伊。這是擼還是別人嘅？別人嘅。我朋友是負責學地都帶過，伊講學地都錢帶過。哦。你哪有遐一個 habit 喎？成日你去徛 hotel 時喎，我聽人。徛我卡水。你到 hotel 時哦，我聽人講啊，成日你入入門時哦，有個人伊會成日卡門嗰時定正聲喎。卡門角安尼嗬。講，我嚟正大幾日呢？派成間做問差亂呢？我唔捌安尼做啊。我唔係。等咱當見毛毛龜和毛毛龜出啊，毛毛龜嚟啊！毛毛龜嗰係隻龜告訴嘅。嘿，毛毛龜。hello。歡迎。大家好。你卡開剛。你是錯路啊？你是邊頂學嘅人錯路啦？我唔知，你就是錯路嘛？錯路我免隻路，特別你隻龜告訴啊？你 OK 啦，朋友有真濟哦。你家己捌看過啊？我家己啊，家己經驗有發生過哦，是講我是唔捌看過啊，是人看到呢。安怎你講我聽？運關的事。你運關車龜。無是舊年哦。舊年新正，了我去阿妹往去一個位嘛，嘟啦，OK。嘟，拜佛咧，關咧。OK，你是叫咩？關咧，叫落嘟。佢叫落嘟嚇，OK 了。แล้วขี่เป็นแล้ววังขี่กระจาแล้ววังเชียปัดต่อเราขาไว้แล้วเองก็วังแกขี่มาเราเต้นตัวปักกิ่งมาแล้ววังก็แกตัวเต้นรถไหลอ๋อแล้วที่สุดสิว่าแกแบกแล้วแบก嚟俾我按摩疼แล้ว我就แก出嚟อ๋อ我問佢話佢怎樣อ๋อ我講ลองให้มันไอ้เจ็บ疼กับกี่嚟แก我你是講你介你鬼講啊
冇我甲我cousinยัง講話，唔是甲佢講話。แล้ว甲佢講話，แล้ว我 cousin ยังมา嚟แล้วแล้ว佢เอาหันตัว斜字，我就發燒啊。先正是你去啊，舊年先正是。舊年先正。แล้ว斜字發燒，แล้ว我想講是小數嚟嘛，因為發燒成平常嚟嘛，先正都隻熱發燒嚟嘛。แล้วตัวชิซาก็บ่好個แล้วก็เอาสิตัวคิคอลกูเนาะพัดเชียมแล้ว對ช่วยสิว่าเตสิหันนี่cousin อี來ช่วยว่าแล้วว่าอีตัวปังอีตัวว่าช่วย為因為ว่าอีกี่เบมีเกียมาแล้วปังอีตัวว่าช่วยว่าก่ออีอ๋อแล้วต่อไปอี來ว่าช่วยเขาอีตัวสิคิเหี่ยวว่าแบกสิเนี่ยแล้ว因為อีจะเอาหมดถึงมาแล้วตัวคิเหี่ยวว่าแบกแล้วอีคิกับปังกิงอีคิตัวว่าปังกิงไม่เข้าสิอีเข้าอ่ะ因為我都聽會看戲嘛，แล้ว我就講你係隻阿木藤都去房間行，แล้ว伊就企到我未เข้า，伊企到我房間未เข้า時已經เข้า啊，แล้ว我唔知做咩事。伊是唔是看到人，看到鬼？我唔知，แล้ว我抱伊哦，我抱伊我講我問伊按照你 cry，伊細漢伊袂曉講嘅，伊細漢呢，แล้ว伊干係曉好，แล้ว伊卡直直突安尼咯。咦？你我聽到囡仔嘅聲。冇啦，咪好啊！我聽到隻囡仔嘅聲。冇啊！睇條碗咯。你聽到碗了？冇囡仔聲。咪啦，我唔是哈咯，有老師講，你把只聽到對 recording 嘅時，我聽到聲有囡仔聲，呢。我昨晚想講是阿轉房嘅啫，因為我有名有聽到。我唔敢困了。你食叫你邊個嚟拍麻雀？有影我無拉路嘅，毛鬼。我咪講。冇，你接去講你個數，接去講個數。แล้วมาในฮอนโแล้วตอนนี้ว่ามาจะสิแช่แต่ก็เข้าเกณฑ์กี่คิว未必是你บอก啦，แล้วมันกินแล้วตัวอีตัวเขาทัดแล้วตัวมืออีทำมิสูแล้วก็ไปเขากงอีก็ติดเขาแล้วกันว่าอันที่แกเขาแก communicate เนี่ยจ้ะเองก็ว่าอันที่ก่ออีมาแล้วอันที่ก็ไม่มีเกี่ยวมาพูดอีแค่ตัวเขาตันเนาะตันก็ว่าอันที่ตัวน่ะอีกกินอีกินน่ะจะกิน咗ไอ้ว่าอันที่พูดต่อไม่ว่าพูดต่อแล้วเขาติดเขาแล้วก็เอาสิอีกก็ว่าอันที่講看到有一個 sister什麼？sister 個你哥和 sister 啊？唔是，應該是講一叫王姐姐嘛，一叫王姊嘛，對。伊講阿嬷，伊講佢哋就係 sis，到我 room 嘅位。跳我 back 嘅阿嬷通食。แล้วก็เอาสิ我準了我嘅見。I think 我知你，但我知你見哪時係咩嚟啊？但我你見哪時我知係咩 ？I think 你嘅聲同時過來是伊嘅 effect 淡薄啫，然後啫，唔是見哪。攏買咧啦，來嘅講。特別把啲你聽看，你聽得到，我聽得到啊，但我阿龍你聽得到。有我有聽到，我有影有聽到，我講嘅。你成見哪？呢聲。誒咯，一隻蛋呀，你就講咧。你多啲講，在啲阿木藤你見哪係時嚇？你只講阿木藤見哪呢？就蛋嗰度，係啦，阿仔就講聽到啦，我冇聽到。你把只啷放過來時你會聽，特別我是feel 到是你買聲啦，你。哎呀，這是 Skype 嘅 problem 啦，唔是我買開啦。唔是，伊是嚟參加咱嘅節目做。哎呀，我係衰啦你。我放嘅是西洋 music 啊。咧叫咩聲？佢喺啲 internet 拍麻雀啊，喺上邊困啊。好啦，我見看我做 concert， 冇咱個有個，咱個就話第一個夾頭毛，咱就是未困嘅時，咱個講另外一個話題，後你未記起啊，後你個未驚。我在我擼頭毛，係咪擼頭毛？冇大氣啊你？你能 Q 你頭毛下背？好啦。OK，แล้วก็มี個呢？講下咩啊？暫時小寶冇人講先，我小調我佢講咯。好。壓力啊！แล้วทำไมหล่น
等住我未啷講，但係啷講啊，啷陪講掉，啷無 continue 講，但係咪是有時咪是每啷講伊啷阿妹過100分鐘是有味掉，成臭味可能咯。有時我每你是特擺過本味掉，還是咕咕一擺味掉一擺？特擺本味掉嘅。哦，但係是滷啊嚇，你當然對咪你邊頂嘅是呢個味掉？味掉臭味別使講嘅。係咯。就是我唔敢講，我多數我唔敢媒人，你知哦。特過本味掉比較吉利啊，比較，然後特過我搞我邊呀，我ทำไมขับแต่ว่า皮康哦。Maybe 你個 sensitive 你皮康。嚇，跟那下邊呢，我把胃都冇味掉。哦，跟你平常時是味掉皮康曬脫掉你講。皮康曬脫掉，唔知直接崩潰啊！呀，不打佢100分鐘還是叫不再脫掉，還是叫你拍晒嘅。啊！拍晒嘅。當時我被對情別嘅確掉喺你夢我度吉利啊，吉死啊！你對情並，你有親情帶到啲之類咩？100分鐘嘅。100分鐘有啊，我係講嘅人咯。哦，你媽呢？我係媽帶啲巴肚定機。哦，我知。巴肚定機你當人嘅，你斜波咪嚇。成日滾滾嘅，你特別白樓推起去。我就知要隻嚇，一隻彈咧，一隻落住你起去。我是成個女嘅就我本有去清病嘅咋，我是 Catholic 啊。哦，特別你去清病啦。特別我係媽樣是辦公嘅嘛，所以我去清病咯。誒，你我本每日都講你味到臭味是，但係我咪是講咯，但係即係毛毛鬼講你味到臭味是未使講，特別啷就係講味到香嘅味未使講嘅，是味到就未使講嘅啊。是咩？香嘅我有講嘅喎。有陣時你味到成個花嘅味嚇呢？人講味到花嘅事，就是本店那來啊。嚇，本咁落。對哦，準哦。準，你唔知你咪 try 過啦。講嘅啊。唔係，我味道我教朋友講，哇，咁香了，係咪做香水？你講味道嘥嘅係嘥嘅。味道嘥嘅係嘥，味道嘥嘅係講嘅啊。冇你味道香，就係講味道嘥。哦。你味道乜？你味道你死人味咧？我唔知啊，叉粿條，我味道叉粿條。哎呦，咪講隻味㗎，不得有啊，你啊試下盡下水。嗰個就話把咧，你唔要緊啊！你特別對啊！係咯，哇，喪屍！你翕相影啊？你有常常對哦，佢對一擺還是常常對？4年對一道。哇，4年對一道啊！我你估係對一擺。我覺得一道袂嘅做較 often 咧嘛，一道袂斷對啊。我驚大漢啊，免做較半。那個硬哦。你背對上地แล้วก็頭到上地這個要巴拉落來啦，就唔能就不來啊。我是看到就會背機放機啊，我冇管你係咪背機啊，咁樣講。特別英國是咧，美國更好啊，美國梗會。我兩下邊一隻點整啊，個冇味嘅隻兩下邊個試。我未รู้有時啊，你成日講你搬去澳大利亞時，你有 feel 到成個較少有見鬼物件，是你 still 差唔多像咯。冇啊！我來一邊啊，伊人講啊，你過海過係咪啊？鬼別對來你知？係啦，我是不聽過本，你成個無鬼嘅嗬？係咪唔是無鬼？伊鬼個你無緣。哦。你成過海咧是伊鬼無緣呢？伊成無你 feel 到我每隻字人，你成個講伊成個到啲。伊就到啲外國，尤其是嚟，即是話不嚟外國嘅人，特別我朋友就直接行鬼嘅，嚟到外國啊、美國啊，尤其是也冇做嘅，就冇咩行鬼去。啊，誒，我冇咩行。我喺 Australia 冇住過。嚇？哦，就是講 Australia 住過。哇，斷住。啊，講下。有一擺我去 Brisbane 啊 ，then 嘛。去 holiday 幾禮拜喎，嘛 rent 佢哋 service apartment 咯喎，我朋友啊，伊是成個真 sensitive 嘅，伊會看到嘅，人講成個你會 forehead 真低嘅人喎，你會使你特別是拄着鬼嘅喎。係咩嘅？你會 forehead 啊，吉低嘅。低哇，對低啊！你嚇啊！你看我係低哦。嚇！我係低哦。頭冇人我係食隻基本嘅喎。
啊，人講底個，甲用看靠起來未看到啦，你遐看成個 football field 呢？無啦，我無安尼看，特別是羅漢語啊。我無安尼看，可能我白字甲黃咯。呀，你講，特別人講你遐有貴嘅嘛？你遐是有貴嘛？係啊，你遐細時你成個 toss light 你細機我冇看到，我是 spotlight。我遐有一粒 pimples 哦。啊，你看多。fairy light， 我要 fairy light。fairy light 出啲 dust 呢 fairy dust。嗱成出嚟嘅一粒。我意思是粒咩？啊，你講你去 Brisbane 時間啫啊。啊，我那個徛喺 service apartment 喎，靠啊，我係咧海見嘅，所以伊 service apartment 啊，我其實是想啊，我無愈 feel 到有時想啊有人對了愈會 feeling 啊有。啊，唔會想。所以我無出聲嘛，我嘛徛喺度咯，點咯，想啊，無講真夾，特別愈行，若是愈一個人佇一看呢個厝是迄另外厝的人是佇另外一看，你過較緊走去對，走去甲人做陣。哈，你家己做陣一個人，你真 uneasy 喎。啊，叽哩嘅呢？哈，所以 service apartment 樓下伊們有像個 sauna indoor swimming pool 嘅嘛，所以有特別時暗暝佢走去用伊個 steam room 喎，然後伊無人用嘅，伊 residents 無去用嘅，所以我用了佢較緊走去樓頂了，啥？伊個 feeling 是啥？淡薄 eerie 安尼嘅，伊袂暗嘅地方光光嘅，特別你啥？你個 feeling 啥人看了你安尼只 uneasy 喎，所以我佢無出聲嘅。咧我人 on the way 飛機轉來新加坡時喎，我佢問伊咧，我講喂，你若迄當時你想啊 feel 到啥物怪怪嘅咯，我無你安尼問伊講，哦，我人徛喺間 apartment 有一個人啊，講哈，有一個鬼啊，我講哈，紅魔鬼啊，伊講是啊紅魔鬼踏步來。伊講有時我人佇 kitchen 煮物件時啊，成日我佇煮物件，伊講伊看到伊誒，成日伊毋是老鬼啊，伊成日甲我人相 age 誒喎，所以伊又是成日啊，毋知我無看到，伊看了我無看到，迄就是講成日伊會對了咯，伊會看我人咯，甲人做陣成日 join in the activity 安尼哦，我捌聽人講啦。等陣是一句書本講 ，when I study 到啲 UK 讀冊時 ，no ghost one cannot feel it。哦，伊講無啦，實條鬼嚟講。特別書本特別你特別難嘅時咧，特別難嘅時有看到鬼呢。係咧，我再講I got me because English ghost cannot connect to Chinese。袂曉 communicate， 袂曉講福建話樣。特別只看到曉通。啊！自己有睇，特別嗬，我聽人講啦，伊講隻鬼是，伊人隻鬼出現喺伊人家己嘅世界時候，伊成個人，伊成個人看到人，伊成個是成平時 normal 然後呢就伊唔知講是鬼樣事，所以就 continue to interact 甲人嘅啊。因為講家己死意啊。嚇，所以就係要 try 佢講話，背你 attention 然後呢。because 我哋就想無插伊然後呢。特別就是有咧會聽到 whisper 咧，像鬼甲伊講話呢款呢。你看你人咯，你看你人 ，I think 我是聽啦，唔知點樣。特別你人是你嘅 wavelength 甲你嘅 connection 到你死起來嘅物件好，靈魂嘅迄個物件，看你 connection 會甲樣較啱啦。但是講你 connection 啱嚟講，就是你常常會看到，常常聽得到咯。特別用隻字力啦，我是聽，特別用隻字力曉，伊人個會用隻字 power， 嚇，伊特別用隻字 power，伊個出伊個 communicate 到個人嘅就。是啊。伊講成日我人逐人都有八字嘅喎。嚇。對字。所以有講有個人一生會死啊，生會節喎。你會講個我就無你咪。無，我是講，就啊，伊有，即個伊人甲講，我人逐人生時冇有一個八字嘅嘛是哦。所以有個人嘅八字，伊會較重，有個人嘅八字較輕啊。哦。像個皇帝頂擺啊，皇帝八字就是上重嘅，敢若金安尼重嘅喎。
即係一個寫正昂嘅嘛，但有個人一聲係日，一聲係時，是正陰正陰嘅時喎。就陰啦，啊！被蜘蛛牽住眼看到鬼嘅。是啊，就是被只我不如有下咧水被字嘅尺到位。哎呦，喂，等陣，我覺得你算下話，被字係咩？被字是 OK， 明見都講我講。我睇你請你大佬。你我個人講啊，我咪實在講話句出事，咪做光頭啊，未使個人講，我怕。你個人出個人講。我等陣即係莫句我帶跑路啊，你咪講出來啊。OK，我個人講都背字。等陣。你興嘅光頭啊，是聽人笑啦，一 record 人笑嘅聲，然後對做光頭咧。你死人邊？嘢聲鬼嘢聲咧。你話你 high tech 啊？你 upload 我超聲，你就掉我光頭咩？我呢？係，我等於有 Bluetooth 嘅咋 ？Bluetooth 係光頭。等陣我叫下你，你是面嘅。OK， 我叫下你。等陣你要摘係咩物件咧？等，我未清楚先。你是講白字當是？我想當都看袂到，是當看會到，淺嘅人看袂到。淺嘅人就看會到。哦，特別在時間本嘅喎。唔要緊，我知，我繼續講。特別，我知，你講淺，你白字淺，你都會看到鬼；白字當，你是那昂，所以你陰氣當嘅人，才看到鬼啦。你就是你陽氣，你即日頭真鬼，人才昂嚟講，都無咪看到鬼啦。OK，當見你個我寫你下，你會話咩？魔鬼，我 email 我就帶到你 check 嘅。你是笑係咪 ？OK， 我爬咯。你看到？喵。哈。你看到？等陣哈，快啲。毛鬼都看到我喲，毛鬼我先好咯。我跟你人做，等你一人做先，一人做。做我先。等下。OK， 特別我唔知講都是到幾點喎。我知啊，你俾問我幾年？鄧能知啊？哎呦，死鄧能，你幾年清嘅啊？冇有係咪壬戌年係咪嘢嘛？那是 lunar calendar 是哦。我係睇見看啊。明見你寫好啊，我隨下咯。OK， 你寫我生日啊，阿莫生日啊。嚇了阿莫生日啊了，你阿莫生日，不，鄧能生日。是喎，你吹掉，鄧能是我拍莫，我寫是農曆.com 成個是吹掉嘅。你講農曆.com 對，嚇你去農曆.com convert 㗎了好啊。阿龍你曉呀？阿龍你曉我跑你知啊？你跑啊！你問做鋼頭你做鋼頭啊鋪路啊，其實又係會。buka pintu 是路啊。入邊就是講有 supporter 啦，愛做嘅話啦，我咪做咯。你要做，要緊做我εντ嘅啊，散。那特別生日了喎。嚇，咱上生日咩？嚇，冇上年啊？年啊？咱上日啊？冇上日，假話。哦。OK， 你看到未？我當你帶我咯。公。等陣啊，當佢，當佢人閃知啊，當佢。我覺得是睡眠嗬，應該開隻睡眠。係咯，嗬。等我講句，當佢我看到句，咱講點決定 ？OK， 咱接來第二出睡眠，下禮拜都對嚟聽，當佢我琴聲啊，我落網找過個了改變，我同咱下禮拜個都對嚟聽我睡眠，看我嘅背字是當還是淺。各位聽眾，感謝咱收聽，下禮拜個再見，拜拜。安怎啊？嚇，都冇咩搞大聲嚇，真係。